人讲国际旅游观光是21世纪的主流产业，阿公迄辈的人欠长内度，趁钱欠起来唔敢开。来到阿爸这辈是该开就开，该欠就欠。若即摆的少年人，就算讲生食都无够，哪有通交，嘛是爱算趁少年。不过参加游山玩水，也是发展旅游事业，到底伫台湾会拄到什么款的法律问题呢？你敢捌参加过倒一个营队，好算甲互你笑脸到大？你敢捌住过真有特色的民宿，互你感受到主人有咧用心经营？你敢知影，这会互你学了甲会得志的过暝经营的方式，伫台湾可能是违法的。就算讲你敢若要将你庄脚的故乡改做经营，举办过暝营队，嘛要依照咱台湾发展观光条例的规定，先摕300万块出来申请执照。另外，伫都会区会使开旅馆，不过原则上袂使经营民宿。这款道理敢会通？咱甲全世界的潮流敢有同款？到底咱台湾的发展观光条例对咱的观光是要较扶持，还是要较打压？2019年11月初2，清大王玉静教授值得咱做伙来要义哦。